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剧版的结尾中，徐凤年结束了第2次游历，而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徐凤年孤身进入北莽，寻找母亲无数的死因了。那么在新的江湖中，徐凤年会遇到哪些奇特的人和事儿呢？话接上回，徐凤年在见识到李淳罡的剑开天门以及一剑破甲后，对于自身的武道之路理解也越来越深刻。要想让自己在武道之路上能够更快的晋升，那么一直留在北凉是不行的，而游历江湖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所以这一次，徐凤年便选择孤身前往北莽，去看一下他从未看到过的江湖。在这一路上，徐凤年除了南宫给他的那把春雷刀外，就是邓太阿送给他的飞剑了。而除了这2样兵器外，跟随徐凤年的就只有一匹马。可以说这次出行就是他一个人的江湖。而在前往北莽的路上，徐凤年遇见了很多自己从未见过的人和事儿，其中最为让徐凤年印象深刻的，应该就是一个叫鱼龙帮的小帮派了。这个帮派是他在路上遇到的，其中有一位容貌还不错的姑娘引起了徐凤年的注意，所以这位世子就跟着鱼龙帮一同走了一段路程。只是徐凤年并不知道，自己在那群鱼龙帮精锐眼中就是一个官府老爷做派的人，简单来说就是2个字儿啊，矫情。除了徐凤年的面容还算俊俏之外，没有太多值得他们注意的地方。倒是鱼龙帮的那位姑娘刘妮蓉，因为徐凤年的容貌也多看了她几眼，对此徐凤年也只是回了一个微笑罢了。在众人到达了一处关峡后，恰巧就碰到了有人在摆擂台，鱼龙帮的众人便在上交文牒的时候驻足观看了一下，而徐凤年则是买了一串糖葫芦，特地跑到了一个墙头蹲下观看，丝毫不在意自己的形象如何。其实这在城外的车马往来的时候，徐凤年就看出了一些端倪。其实北凉和北莽之间一直有着盐铁与贩马的生意，北凉太需要真金白银了，所以对此边防的北凉军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又是一段时间的休息，徐凤年便再度跟随鱼龙帮的人上路了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的故事中，老黄以性命为拜帖，恭送世子入江湖，成为了作品最为经典的一个场面。而徐凤年也为了不让老黄的武学失传，特意给他选来了一个弟子。那么这个弟子又是谁呢？在官道上不断的行走，徐凤年也感觉到了一些百无聊赖，除了调戏一下刘妮蓉外，就是观察鱼龙帮的众人。其中一个身材十分矮小瘦弱的男子进入了徐凤年的眼帘，此人名叫王大石，跟他的身材相比是2个极端的存在。他的父亲曾经就是鱼龙帮的人，早年死在了帮派斗殴之中，老帮主悼念这份恩情，便不顾众人的异议，将王大石纳入了帮内，算是给了王大石之后的生活一个保障。但是此人并没有半点武学天赋，在帮内也只能做一些打杂的活作为营生。不过徐凤年看中的就是王大石肯吃苦的性格，也没有太多的花花肠子，而这也是鱼龙帮的众人经常欺负他的一大原因。不过到底要不要收下这个人，徐凤年还是要继续观察一下。恰巧就在众人走到了下一个城开始休息的时候，刘妮蓉的师傅便发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，这个身影让他不禁紧张了起来，因为他们此时遇到了一些麻烦。就在众人休息的时候，一个佩刀男子便破门而入，手中的刀直接飞向了正在休息的刘妮蓉。越是危机的时刻，越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真实内心。雪中的江湖其实也是这样的，鱼龙帮的这个小天地同样是有着很多心面不一的人。在刺客破门而入的时候，刘妮蓉就已经惊醒了过来，立刻躲开了那致命的一击。而看到来者的面容后，刘妮蓉的心逐渐的凉了下来，因为此人是关峡十分有名的周自如。他精通算计，并且这些年无往不利，许多江湖上有名的江洋大盗都栽在了他的手中。而这一次，周自如就看中了刘妮蓉，打算将她夺回做小妾，并且在这位佩刀男子进宫的时候，就已经用采花贼的软筋散将鱼龙帮的众人给迷晕了。此时就算是神仙来了，也救不了他了。二嫂，你就应了我们周二哥吧。男子对着刘妮蓉缓缓地说道，眼睛还时不时地打量着刘妮蓉的身材。你要是能活着离开客栈，转告周自如一句，让他去吃屎。刘妮蓉深吸一口气，用力地压制着体内的软筋散药效，不过还是浑身酥软无力，还是抽出了自己的剑，开始跟这位男子进行了对战。在双方的武功来看，男子想要
一时半会儿拿下刘尼荣也不是简单的事情。但就在这时，王大石突然冲进了屋中，想要帮忙，却导致刘尼荣瞬间方寸大乱。不会武功的王大石立刻就被刺客抓住了脖子，开始用他威胁起了刘尼荣：“二嫂，你与我说一声，小叔叔好生猛嘞，我就放了这个废物。”男子听着屋外越来越清晰的马蹄声，便知道是自己带来的人来了，胜券在握了。而刘尼荣看见被控制住的王大石，为了救下他，也只能面无表情地回应道：“我说。”而就在男子以为自己将要得逞的时候，却发现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而正准备说出那句羞耻话的刘尼荣，此时也瞪大了眼睛。那个看起来像管家少爷一样的人，已经将这个刺客击杀了。要说在《雪中悍刀行》里，徐凤年大部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都属于英雄救美，这一次依旧不例外，因为这才符合他这位北凉世子的身份。小爷就是要让天下的女人都为自己倾倒。话接上回，其实徐凤年也不想管这闲事儿，毕竟人在江湖啊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不过转念又想到刘尼荣还算不错的面容，还是选择管一管这闲事儿。所以在那个比较危急的时刻，徐凤年出手将这位刺客杀掉了。这一击他并未出刀，只是用手掌刺入了刺客的后背，捏断了他的整条脊柱。解决完这位刺客后，徐凤年缓缓坐了下来，拿起了桌上的糕点，开始吃了起来。那一车货物怎么办？休息之余，徐凤年还不忘问了一下鱼龙帮押送的货物。这批货物也算是关乎这个小帮派的生死。不过刘尼荣也并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后面的危机，毕竟他们整个帮派也才30多人，完全比不上周自如带来的兵马呀。而很快，刘尼荣的师傅萧枪便走了进来，看到了那位刺客被杀后，便立刻将怒火转移到了徐凤年的身上，因为他杀的那个人是北凉贾氏，这祸水要是引到他们鱼龙帮的头上，几个脑袋都不够被砍的。不过面对萧枪无能的指责，徐凤年也只是平静地说出了一番让萧枪无地自容的话，那就是他这位副帮主为了顾全鱼龙帮的大局，竟打算直接将刘尼荣送给周自如当丫鬟。此言一出，萧枪顿时面红耳赤的大怒了起来，恨不得将徐凤年立刻扔出去，被马匹践踏而死。不过真小人也总好过那些伪君子吧。事到如今，刘尼荣稍微沉思了一会儿后，便选择走出去慷慨赴死，而一旁的王大石也选择跟随这位小姐，愿意跟他一同慷慨赴死。唯独徐凤年不紧不慢地端着糕点，还搬出了一把椅子，坐到了门外，安静地看着这些人的动作。在鱼龙帮的众人不断的抗争时，徐凤年还抽空问了一下此地到底是谁在掌权，还没有走出北凉的地界就乱成了这种模样。在一番了解后刘尼荣和王大石便跟周自如那些人杀了起来，但很快双方的斗争被一位金刚境的老者给阻止了下来。紧接着又是一阵急促的马蹄声音，刚刚上任的果毅都尉带着人马赶到了此地，这才让周自如将手中的动作停了下来。毕竟他万般算计，到头来还是要听比他官儿大的那些人的话。就在果毅都尉跟周自如谈话的时候，徐凤年的背后就被一位汉子给偷袭了。毕竟整个客栈之中，似乎就徐凤年细皮嫩肉，看起来最好欺负。但此人一拳打出，却在离着徐凤年3寸处停了下来，无法再前进半分。仅仅一招就让这个汉子心知不妙，立刻抽身退去。不过徐凤年只是伸出手握住了腰间的刀柄，用刀鞘朝着汉子的胸口轻轻一撞，瞬间就让汉子七窍流血而亡。这次杀人也让徐凤年想通了一件事情，在这个江湖中，拳头才是硬道理。尽管你师出有名，好事做尽，满嘴仁义道德，拳头不硬也只会是一具尸体。这就是江湖最为真实的面孔。那把还未出鞘就能杀人的春雷，其实才是这个江湖中真正的道理。那么徐凤年接下来会遇到什么事情呢？我们下期再见吧。